来看屏东屏东市的殡葬所，最近因为年节啊伫咧休困，搁再等着季节交替，过往的人变较济。那这礼仪听无够用，也着爱临时搭破棚来应付。连这火葬场要使用，也爱排队排到后久过去啊。 对这边看过去，所有灵堂拢是满的，另外一边同款嘛是甜的。屏东市殡葬所的火葬场自过年开工了后，就出现塞车的状况。即卖排队准备火化往生者已经排到3月初。附近4个私人殡葬业者，搁加上公家，总共有111个灵堂。因为实在是无够用啊，现在连临时的灵堂拢有人注文。现在目前灵堂的状况是有无够的状况啊，你都是可能就是。 刚好告别式出完的时候，后面就有人直接递补进去了，或者是也是讲暗时来伊要下啊，结果无灵堂，伊拢要等到告别式出了的时阵，伊才会当下入去。好日子大家都要用，那不好的日子当然一定也会有火化，只是看要不要用这件事。有业者表示，可能因为过年休困，佮加上天气变化，向往生的比例变悬。 殡葬所是表示，伊用过年前后火化数量拢会增加，今年甲往年比起来，确实加差不多10%。不过烧的炉啊，干那5口，有需要时一天上济火化24躯大体，尤其爱考虑炉啊是毋是会砍哩，亲像即摆都有一口歹去。因为我爱顾机械，所以增加我会增加1件2件，若超过我惊机械的故障，人员我就是要求人员加班安尼应用。正经无法度加的时阵。 2种办法，一种就是请家属另外看日子，一种就是讲无为南为北，迄个火化场来安排看卖啊。殡葬所表示，屏东市有6成往生者会送来遮，4成伫厝办，种种因素集做伙，才会有塞车排队的现象。现在已经到消透啊，3月份应该就会当恢复正常。记者柯家族邱朝阳，屏东采访报道。